然后停30公里前到1公，再1公，3鞠躬，蹲到1公，再1公，3鞠躬。开班，心意义和，爱祥合成人才精进班班开始，下午请我们行30公里前到1公，再1公，3鞠躬，蹲到1公，再1公，3鞠躬。恭请目前指挥前到鞠躬，蹲到鞠躬，大家好，请坐下。主席，董事处长、副处长，同学副长，大家早安。目前人早安。先我听的书表，今日是咱6月29日，爱上好上，今年4岁。这个唱书教班，简单讲起就是讲，咱伫那个征战班，这班处当然是针对了咱参考动手内底，还是开班处。这若伊同时咱不得同时咧开那个数学16岁，一定会做会那个菩萨的班处。那当然，非常的特殊，非常的认真，邀请到了咱宜兰佛光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刘教授，刘教授。那刘教授，伊若要甲讲起，是真有才能。的一个教授，因为伊得到了国家的这个特殊荣誉教育奖。这若要甲讲起，全国要对这个教授的这个荣誉教育奖，这若要甲讲起无几个。咱离这个教界马上来去金钟奖，这种有机会。现在。伫咱佛光山大学咧做这个教务主任，甚至呢，因为伊是伫佛光山大学内底当中受到非常伫教育界当时咱的教育部长对伊认同甲肯定。那当然，伊过去是一个非常虔诚。而且个基督教信徒，伊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教信徒，但是当然24年前，因为伊着一场的大病，改变着伊人生一个足大的方向。所以呢，伊若对这个基督教信徒。即马转来新来换到，甚至呢，伊今日会讲到伊是安怎过去对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会来转入到咱咧管道信徒，包上伊会当参考所教。伊过去若要甲讲起，咱知影基督教、耶稣教，若对着咱这个宗教。一概无认同的物件，因讲无
没有在拜偶像。当然，这个应该是每一个人之外，对着伊个角度，对咱一般宗教，咱大陆有一个概念，无野香、无拜拜这个观念。毋过呢，伊个转变到有野香、拜拜、有信仰，甚至含咱同修来亲口所讲，伊家讲出来讲，人生互伊上介大的转变，互伊上介大的改变，就是一贯道。对着咱一贯道，伊一个教授对过去，因为伊对学术、学界的这研究，什么书都看过，所以因为是研究伊什么物件伊拢行过，所以伊有法度对咱一贯道这个形式的认同肯定。当然，这有伊相当的理由。当然，今日咱嘛真正有幸，会当邀请到伊为宜兰来到这特别，甲恁开一班伊这个亲像教育。当然，咱要甲讲起，伊知影人生的过程内底当中，唯有万般拢是为心开始。无对一项，毋是对心开始，包括伊面对着生死。我拄则有听着你讲，医生也宣布讲，伊要剩2档的时间，伊着肺癌，甲伊的人生的转折，甲来信一贯道，来求老母娘，就是事过了后，人生上界大转变。这就是互伊真正真心。伊讲5种的宗教。伊今日是要讲5元、5教的同源、5教无离一贯道，一贯道嘛无离5教，这个同源的信仰，互伊真正形成对这个实相的真理了解讲，伊当时过去，伊咧佛教、佛教里经无经，伊是会讲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概念。这是咱今日要学习的问题。其实，咱常来讲出话讲，学道是学这个心，学道是学这个心，所以学出话讲，刚劲不离相，疏忽不离心，拍头不离调。其实，我上过去常捌讲过，咱今日人生的方向，修办道的信仰，咱若无真正有一个足正确。足了解的曾经对实相的了解，咱行过岁月，拢是甲人行向对白，对你的生命，对你未来行出生命中的解决，完全这种帮助方法。这是咱离修办道上界重要的一个选择。所以人讲一句讲，选择嘛对，你会成菩萨。你想走，选唔对，要是着学众生，得伫咧轮回。既然咱人生一直坚持要行这条路，咱人生一直坚持啊。咱自过去咱的祖师，甲你讲，自古有佛为传本地，师师妙有本心。为传本地的本心，到这个时阵，什么叫做本体？什么叫做本心？其实这两句话来讲起，本地就叫做实相之体。上体这就是讲咱的自相，本心就是咧讲咱有思维这条心，有功用这条心。咱的本体自古有佛为传本体，这条本体是落入什么人？这条心原在是一个多元的物件，实相的物件，无改变的物件，大概都是这个物件。毋过呢，咱今日落入理想当中，这心，就是有变成咱个人的思维，而思维中就是变化。毋知讲本体甲本心，其实若本心，这个心叫做清净心；本体叫做无理念的自性体，而对本体造成这个本心叫做清净，而清净来用，若安尼当中叫做善用。所以咱过去，咱两祖当经，当时咱六祖慧能
迄阵我会记这规矩书，要问六组的时阵，伊甲讲一句讲，但问发表。我要问的，我今日要了解是法的重要性，我今日要了解这个物件，就参照咱各位。今日你人生的原则，咱要了解是了解法的重要性。我毋是要爱这一大堆的理论，一大堆的理论，若要甲讲起来，只能够引起因人所生活的物件。这物件，什么人讲什么法，这拢是相应的生活的物件。对身心中来讲起来，这样帮助我是要爱直接了解到心性这个物件。所以六组开门见山，开门见山才讲啊。不离自信，本自清净，但用自信不要成功。这句话已经在明显来讲的。如果无要同本地事事明不是这样的，伊先那来讲，伊讲菩提自性本自清净，本自清净，这个清净就是什么物件？当然，这个清净来讲叫做自性之性，嘛就叫做自性之体。咱这个心若复杂，但用出心出来，你这心若复杂心。你这个心若清净，你但用出心出来，你这个心叫做清净心。但是咱今日学，就是咧学这个本心，甲这个本体物件。伊讲菩提自性，菩提本是自性，菩提离解释中国话叫做自性，自性甲翻做印度话叫做菩提。菩提翻做中国话叫做觉，觉翻做中国话、印度话叫做佛，佛犹如觉呀，分为顺开示无益，六组同样一句话讲，因为菩提自性，这个自性内底当中不增不减、不得不失，本自清净无了物件，毋能叫做本自清净。但是，咱既然有这个清净心、清净行。那安尼当中，但用初心，理论上叫做菩提心。其实，咱就稍微改入去。毋过我请问咱各位，咱伫修学的过程当中，咱要行到修这条路，咱是行信任这条路，咱这是用什么心咧修行？用什么心咧修行？那要甲讲起是修行是一个真严肃的物件，很严谨的问题。现在咱严谨的问题，你的生死大事，这是包括你未来，包括你的未来命运，包括你未来该做唔该做是足重要的功课。但是咱对咱的生死，咱袂使用着一个懵懂的心，用着一个复杂的心来咧修行无。其实你用一个复杂的心修行，回归就是你家己复杂的行，复杂的行你修的。复杂的果，但是我请问，后起来你着复杂的果了后，你后起来未来迄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当然，这个可想而知啊！吼，所以今日嘛非常的难定的。咱今日要行出着一条，虽然讲咱是一个法律学者，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咱未来的世界，咱都爱接受迄个。反悔过，六道轮回过，咱无要接受这个物件。因此当中，咱若是真正咧受到较好，咱嘛真正受到蛮好。今日我甲恁讲一个简单的比喻，我就有去体谅，有一个道生问我一句话，我问讲什么人？迄个道生向我问讲，有一个人，什么叫做公正？伊问我一句，我嘛知影意思个人要问我这公正，要问我什么叫公正？伊问我一句话啦，但你免甲回答，你免甲回答。意思个人看钱看得足济哦，目快经典看得足济。咱我其实怎么讲？你内心有谦孝无？你外形有有礼无？你有明心见性无？你有行平地无？咱可用六组这六组当中这两方面，甲回答出话。内心谦啊是讲外形有咧是对，咱今日要讲对，
唔是用口言，唔是用即个嘴嘅口言来讲攻击。真正攻击是发生中，是咱自身中，你才能够防攻击。你内心无欠啊，你外无咧，你手法刀内底当中，你还在懵懂伫咧受刀，什么叫做攻击？攻击是一个名词呢，是一个名言呢。攻击我代表是攻击呢，知唔知？所以今日修道上重要，就是对家己的物件去发现到这个攻击，唔是对攻击来发现你家己的物件。安尼后，对外口的攻击发现你的物件，叫做流向；对内心的心家去发现迄个攻击，叫做实相，叫做实在思想。所以希望讲咱各位，每一个日修法道内底，当然咱要行入菩萨道这个战术，咱爱对家己的内心世界去清洁，唔是对外口一直讲一寡名词无来。今日非常难得，因为时间也有限，会当请到教授，教授若讲请去，咱尽量有法开作个是较好，但是今日来咱免开钱啦。得这好处嘛吼，所以就伊都来互你，依然都来坐车来吼，马上做得，嘛非常感谢今日，咱依然老师带了咱无老师吼，一寡这同修咱李德准吼，一寡这个同修大的，下晡上毋是下晡啦吼，下昼结束，要学咱娱乐节目跳正手吼舞蹈，咱各位大家分享，互咱伫听法的过程内底当中，会当享受到咱弥勒虽然弥勒舞蹈内底有纯藏弥勒舞蹈老师的心声，甲祖师的教言内底，毋是在这跳来看法，内行较热闹，外行是较热闹。咱听有外行你咧跳较跳嘛咧，但是若内行人，你愈看一个看一个感动，一个看一个感动。伊有老师，有咱祖师爷，因为伊的含义甲伊的心声里内底，你会当去刻入迄个物件。所以这是我来偷想秘密啦吼，你会当刻入这个物件，不可能咱无看这个所在。最后叫咱今日这个。青少教育了哈，精湛班，给到规整的圆满成功。好，谢谢各位。大众请起立。先务员慈悲，请到主公，问到主公，谢副员。